讲这真重要哦，因为你有会的人，莫食遐好，吼，莫一直食迄所谓的好，吼，食遐好就是讲像，在座大部分拢食素嘛，吼，应该是食素的人较无即个问题啦。你若真正食迄大鱼大肉，这问题就较济吼。因为吼，伤悬的蛋白质吼，咱迄个身体拢有会的人吼，拢挡袂掉。这甚至肝病、腰肌病，你拢爱减少，会减少即种蛋白质的摄取。有会啊吼，毋免食遮尔济，食侪虽然讲保养身体，啊毋过伤过头济，这就变做讲是身体的负担安尼。所以吼，爱食拄好就好啊吼。你讲即种顾身体吼，大家拢是平等啊吼。你今仔日你做总统嘛共款，你乌白食你嘛会破病，吼，你无爱顾身体你嘛是会破病啊，吼，啊你若是有认真做吼，你无啥物钱，你就是做认真顾身体，伊身体自然就会好啊，吼，啊无你看咱迄个国内最近同啊往生迄个国台当处长蔡万林啊，吼，因好诶富可敌国呢，这么钱吼。啊，毋过伊嘛是倒伫下层倒过来哩吼，即就是讲身体吼，就不管讲你今仔日有钱无钱，拢共款，拢是爱靠家己照顾。啊，佮先讲迄个较早迄个当处长王惠山嘛共款，伊就是伤忝啊，吼啊做创业真忝吼，啊嘛无活到真济岁吼，迄个是所以讲有钱无一定讲你身体会好，啊嘛无一定讲。你就会当活较久呢，这拢是爱靠家己来保养的吼。所以讲，你像讲美国吼，因有一个科学家做一个实验，一百只的狗吼，互饲一边，拢用迄个足好的卵磷加腰猪油，吼，互伊食大鱼大肉来好食吼。啊，一边100只的迄种，迄个另外100只的狗吼。拢互伊食青菜水果，结笋，啊结果饲10年了吼，差不多经过10年哦，这边食足好诶吼，差不多死一半，啊这边哦食足歹诶，差不多42只，啊这边40-50只，啊这边42只，吼，安尼国内吼嘛有用过迄种鸟鼠做实验，嘛是真正是安尼，迄种食大鱼大肉吼。差不多咧大哦，足紧的哦，足紧的就足大只，吼，啊，迄个这边食结笋青菜这边吼，拢较瘦啊，瘦啊安尼，啊，毋过真够走，啊，这肥肥啊吼，拢无啥会走安尼，啊，敢肥肥倒啊窜安尼，啊，所以吼，是当时毋好食伤好吼，伊也是差不多，尤其是到一个年龄吼，咱的心中期人过吼，食物件毋免食遐好。啊，像讲迄伤咸啊，尽量莫食，伤油、伤咸吼。咱迄个中国大陆吼，因迄种广东迄方面吼，也是荷兰迄方面，因咧食真重口味哦。吼，因咧食生的物件，啥物的腌的啦、生的啦吼，所以因迄边吼。那像因有做过统计，迄边的人得癌症的足济。啊，到后来吼，因阁有做一个实验吼，讲，这得癌症的人吼，因即个观吼，因就拢鼓励伊讲，每一个人爱食青菜水果，大家拢爱食。啊，结果吼，得病的几率吼，就有下降。啊，可见吼，爱大家吼，爱较认真食青菜水果，毋好甲人规工拢想要食迄种较营养的物件，因讲的营养的物件吼，大鱼大肉，也是讲伤蛋白质伤悬的物件吼，大家拢爱迄个控制一下吼。再来吼，我要讲的这就是爱第二项就是爱适当的运动，适量的运动吼，咱这运动吼爱拄啊好。啊，莫伤济，啊嘛莫伤少，吼。那个，
周先生，这个帮我调低一点哈。我感觉我都一直在讲着头前话，就是讲吼，伊讲咱安怎适当的运动，会当行，咱健康有一个指标哦，这最重要。伊即马吼，科学家认为讲，咱若会当行咯。 讲吼，科学家咧讲吼，有一个健康的指标，啥物叫做健康的指标？就是讲，拜讲咱平时正常的人，今仔日就是说讲有得癌症的人嘛共款，吼。假使一个人，伊暗时会当困甲足好的，吼，啊，搁会当行路行10分钟，伊认为讲这个人就袂死，吼，伊讲这就是一个指标就对啦，吼。要安怎看你这个人？ 搁会活有救啊无救？伊讲就是看你是毋是会当困，啊是毋是会当行路行10分钟以上。假使你若做会到，因认为讲啊，这无啥物问题，一直搁有法度救，吼啊所以吼，在座逐个拢无法度吼，啊毋过爱练习无，参赛练习啊继续。啊假使你若是讲，我足偏困的，足较有过吼，拢无啥困会去吼，真简单。等下我会甲你讲。 迄个心理平衡，甲迄心理吼，甲调较好诶吼，即嘛就会加较好困啦吼。啊，搁来就是讲，咱迄种运动吼，头拄我讲着运动，这运动实在是真重要。你差不多有，根据我吼临床，我做医生做10几年啊吼，我看遐尼济人吼，假使一个老大人，伊若是有运动。 吼，啊，搁一个无运动的老大人，看起来差真济。因为吼，你像讲你两个差不多年岁差不多的人吼，看起来拢两个拢一个有运动，一个无运动。假使伊若是30岁，看无啥明显啦。啊，40岁，就较有差。啊，伊若50、60岁，甚至70岁，哦，伊这差别就愈来愈大。这就是讲伊有运动，搁无运动的人吼。 咧，伊个看起来，精神吼、气色、佮体力拢无共款，所以你若是有固定咧运动的人吼，伊个身体一定就加真好，啊看起来拢会加真少年。吼，因为吼，假使讲你若无运动的人吼，伊个骹、伊个筋骨吼拢无力，啊伊个骨质就会加足受伤的吼。而且吼，咱人吼，你像迄。 水沟啊吼，迄水若咧流，伊这水一定是袂臭，吼。啊，你若是迄个像咱咧门，咱若拢有咧开伫咧关，迄就袂生酒痰嘛。啊，假使你这拢无咧叮当诶，这水拢无咧叮当，伊一定会臭。啊，这面咧茶若无叮当，伊嘛会生酒痰。咱人诶筋骨嘛共款，咱若有运动，伊就会加做灵活。啊，你若拢无爱叮当。 吼，啊！你即几年就会破病，啊，搁骹会无力，吼，啊，所以讲吼，假使会当一个人吼，伊拢每一工拢行路运动，伊若连续行1年，吼，伊假使即个人伊个心脏无好，啊，伊个话拢常常较会窒的吼，甚至有迄个科学家实验讲吼，伊个迄种血吼，伊个血管吼，伊会慢慢会落落来。 吼，会冻结啊，吼，伊就袂讲较袂去个心脏窒的，所以讲吼，这运动吼实在是真重要。我有一个患者吼，我真钦佩伊咧，哦，我拢常常甲我的患者讲，有一个差不多60，然后60几岁的老大人合查某的，啊伊吼中风2届，啊伊吼安尼。 伊讲伊第一届中风是差不多40年岁，我感觉讲40年岁的人吼，做汉尼人会中风，啊，毋过伊是中风，迄个是因为因兜的遗传体质，啊，搁肥肥啊，吼，啊，搁有即种体质，啊，所以伊40几岁就中风啊，啊，40几岁中风的时阵吼，真严重诶，到病床诶，倒个外月才起来，啊，假使一般中风的人吼，拢会安尼。 一骹一手嘛吼，啊，我看过足侪中风的人拢是手啦，安尼弯弯安尼，
拢若是有诶是创袂直，有诶创会直，嘛规是拢无力就对啊。好，毋过迄个阿婆真厉害呢，伊诶手安尼看起来拢足有力，就像查甫人诶手共款。伊就伊诶先生带伊来我看，伊甲我讲，伊毋是来看迄个筋骨诶毛病，我袂记伊看啥物病啊。过伊甲我讲，伊中风过2工，手无力，伊就一直训练伊用迄种钱鱼竿安尼，甲伊靠因兜诶壁，为个玻璃迄靠破，就是用来迄个训练伊手迄力结果伊中风2届伊阁会行，手阁会做工课，佫足有力诶。伊讲叫我互手互伊掠看卖，我足有力呢。所以我咱中风过，伊手是拢无力，伊讲靠家己运动结果运动较有力。所以讲即种诶若是骨力诶人，你若毋惊疼，伊就会好。假使伊也有诶人，我嘛看过有足侪查甫人伊中风过，拢毋敢振动。因为你当足疼，就逐工倒到门床喘安尼大哀安尼，也毋敢振动安尼。因为伊讲，伊就去阮遐要针灸要复健我讲，你家己运动啊。伊讲足疼，伊毋敢振动。无爱振动，伊拢专门靠讲别人安尼替伊扭骹、扭手剩面诶人，逐工就爱带伊去病院做复健。我感觉这是代志真辛苦诶代志每一村里迄人有一个人中风因诶囡仔逐工爱带伊去病院做复健，一直拢歹振动安尼我感觉这做不然嘛是拢无啥物真大诶效果因为咱人爱家己靠运动，伊即种诶才有即种能量才有即种力，别人无法度互你力你家己。你硬要出力，要甲伊做起来，你有咱像一个囡仔，你细汉就甲伊训练，伊自然就有力。一个中风的人嘛是共款，你莫逐项拢依赖别人，这最重要的，因为拢爱靠家己，慢慢训练，一天进步一点点安尼就好假使这是中风的人若像做讲，咱家己搁愈无中风的人搁愈好。身体人家己顾咧，咱拢有运动，就足有力诶。有即个体力安尼大部分你着固定拄拄我讲诶3个半点钟固定诶运动是讲你今仔日你感觉讲你诶体力足好你要去学人去迄个练气功还是练太极拳练瑜伽拢好只要会当振动。咱的体力就袂去失去，咱的体力就袂歹。我感觉讲这是咱的心态的问题。大家拢会感觉讲，哎哟，迄够效敢就是坐倒厝，等时间。我感觉实在，咱拢莫做即种人，咱爱做家己会当充分的利用家己的时间我有一个患者因拢讲。有个人一直拢，因为我咧做门诊足侪媳妇拢会来甲我讲阮的大家阮的大官拢无代志做，规工在厝安尼，即边管迄边管安尼足无聊安尼。然后大家拢会来甲我怨叹互我听过来敢若有一个媳妇伊甲我讲阮的大官有够赞我讲安怎讲？伊讲因咧大官早起时起来去运动，过来撸涂骹，撸涂骹撸落来，过来开始念经，念经念咧困中觉，过来佫开始做伊的功课，伊讲阮咧大官逐工就真无闲伊讲拢无时间好甲我念，也无时间好甲我管，实在有够好风态。我感觉讲你真正是可爱的老人咱大家是不是应该教会学安尼，莫规工伊先生在厝插念甲人管媳妇，管后生安尼管孙你家做咱家己应该做的代志安尼大家拢会足介意的即马差不多是2点半，大家会忝袂？袂
你才精神真好。我想讲，我来教恁做几项运动啦恁转去若是做无聊的时阵你就会当做，因为老大人常常去安怎跳舞，有一个动作教一项就好，互恁莫跳舞，手袂酸痛，较早肩胛袂酸，腰袂酸，脚早疼袂酸的你这转去有闲就做佫会行路行咧，即马你就会记你做像咱读国校的时阵老师拢叫咱做体操即步摕出来用就好啦你就手叮当脚叮当，滚叮当迄运动咱行路时是怎做我要甲恁讲的即个动作，讲到即个有一个真趣味的代志，我有一个患者做有耐心的，伊咧做兵的时阵做的迄种体操伊自从迄个体育一直做到即马，已经70多岁了，做几60年伊即马拢1、2、3、4、2、2、3、4、3、2、3、4、4、2、3、4安尼过来安尼就算一成好逐工做伊就规头做到骹做已经做几60年我看伊闪闪伊就看精神真好，无啥物毛病咧。逐个来拢去我看，拢看啥物，拢讲我的目睭无够金，我的目睭无够金啦。我开10个目睭的安尼会当逐个拢咧算起来拢袂透早就是起来运动，自迄个做兵迄个体操用到即马我感觉即种有耐心的人值得咱尊敬。无过当伊的身材佮体力拢保持了袂歹即马咱休困差不多15分钟我来甲各位讲即个动作。来一个墙壁借我，来一个墙壁可以爬起来，这边这个动作足简单的，毋过这种动作老大人上惊就是讲50斤，你若是50斤手拢撑无啥会起来，无这关节拢足酸，安尼要安怎？来，我教恁做一个动作，你做的是足酸的，酸佮差不多慢慢做，你足酸的你就放落来，你即马就佮甲夹起哩，你会当动慢慢增加你的时间，差不多做到。会当一连停5分钟就足厉害的，来当停10分钟，差不多会用做老师即种的动作无啥物困难。我的患者我叫伊做伊拢甲我讲，跳舞好去伊阁甲我讲，叫算嘛加足好这身材拢加足好看的这重要的，来我做互恁看就是说咱即马咧徛的姿势就是甲墙壁对正比如讲咱的手安尼，一手夹起来，甲咱骹的位置，就是咱手夹起来，甲骹的位置边悬边长，安尼就会使。然后你就这样对正。对正之后，你再来手往上推，往上推，然后推之后，你的那个臀部平的，身体慢慢往下压。慢慢往走。开始你若是，最简单的就是安尼尔。开始你若是感觉讲，
才酸啦。你较酸吼，你即马落来时阵手就酸的吼。我甲恁讲安怎做还原动作，对吧？手嗨嗨的，然后过来，这腰嘛是酸的啦，因为你快到腰就酸的吼，你就往前弯一下吼。安尼就完成啦！来来来，几个来做我看卖的，来来。咱注意看咱艺术感。现在手往上哈，过来，这个压下去，好，明白哦。来，头抬高，头抬高哈。这个动作上标准的是，咱的胸部，咱的胸部哈，咱的胸部搭咱的表。伊安尼算有差不多，已经有算蛮标准的，更标准。愈标准就是讲，咱的屁股甲这个胸部平，吼，迄个爱，迄个脊椎吼，迄两骨爱真软到巴肚啦吼，按到安尼用袂歹啊。来，恢复来，手嗨嗨的，手嗨嗨的，好，再来前弯一下，好，前弯一下，吼，安尼，好，放轻松，好，这袂歹，你看这中是有咧运动的，来来来，搁换一个，我看卖咧，这有咧运动的哦。来，快点看看有咧运动，先撑起来。好。嘿，要撑到底哈，手撑到底。好，再来往前一点点，往这样。好，好来，你敢有底好，手撑起来。好，再来。搁较悬一点点嘛，好来，才起落去，好，再起落去，吼，来，头抬起来，嘿，好，这个臀部袂使往前，吼，要保持跟脚保持平衡哦，吼，要直的哦，吼，好，安尼，无伊个就单小份，伊个臀部吼真好看，好，安尼，当咱做差不多是安尼啦，搁有进步的空间，吼。这个所在若是愈柔软，脊椎咱这两骨若愈软吼，伊咧做的愈标准，好，安尼好。这个所在吼，会记哩哦，尽量手这个两个迄个手镯吼，伸撑到底，吼，来，太海嘞，再来往前弯一下。好，再往前弯一下，来，一个人生呢，先生一个先生来了，来，我换一个，来园长爸爸过来，来，好，再一个来看先生做起来是安怎的哈，来，好，来配合一点点，好，来手撑到底，到这先平，好，免遮用，来手撑到底，后平，先平，先平，好。慢慢啊压起来，好，安尼好，这个定点吼，安尼起落去，头压起来，好，安尼好，袂徛，身躯莫一直往前移，好，这个所在若当愈拿落，会是愈标准哦，不是跳开小平，有一个脊椎弧度，好，你手都酸无？有无？没有，安尼无够，搁较深，搁较用力的来，好哦，搁来，搁起来，来，你讲，头抬起来，好，来，叫好多会起，好，这个所在酸嘞，这会酸嘞，没有，安尼起无对，好，安尼有较酸无？